有個太太喺廚房炒菜，丈夫一直企喺旁邊不停提醒：慢啲啦，小心啊，火太大啦，快啲反條魚啦，油落太多啦。講到最後，太太終於忍唔住發火：我識得點炒菜啦。點知丈夫只係平靜咁答咗一句：我只係想你知道，平時我揸車時，你坐喺旁邊一路不停講嘢，我就係呢種感覺。聽落好似一個笑話，但其實呢段對話講中咗好多人際關係裏最大嘅問題。我哋總係好容易睇到別人嘅問題，卻好少留意自己帶俾別人嘅感受。好多時候，你以為自己係關心、提醒、幫對方，但站喺對方角度，感受到嘅可能係壓力、煩躁，甚至否定。人與人之間最大嘅矛盾，往往唔係因為唔愛，而係因為唔理解。我哋太習慣用自己嘅角度睇事情，覺得自己係為你好，卻冇真正停低諗過，如果我是對方，我會有咩感受？其實，學會體諒別人，從來唔係一件好難嘅事。真正重要嘅，只係你願唔願意放低自己嗰一刻嘅立場，試下站去對方嗰邊睇一睇。有時候，一句少啲埋怨，一次多啲理解，關係已經可以完全唔同。成熟唔係你幾有道理，而係你開始懂得顧及別人嘅感受。因為真正舒服嘅關係，從來唔係我認為你好，而係我理解你嘅感受。